周四金市又係多空拉扯嘅一日，現貨黃金從上日創下嘅近2週高位回落，最終微跌0.15%，收報4156.98美元。一邊係俄烏和平信號嚇走避險資金，壓着金價；另一邊係美聯儲12月減息預期硬撐場面。兩邊拉扯之下，金價先冇出現大跌。今次金價回落，最直接嘅導火線就係俄烏局勢嘅轉機消息。當地時間周四，普京直接放話美方代表團下周到訪莫斯科，呢個和平信號一出，市場避險情緒瞬間減溫。大家都知，黃金向來靠高地緣風險食飯，一旦戰爭有結束嘅跡象，避險資金就會紛紛撤離，金價自然受壓下跌。呢波回跌完全係預期之內，不過好彩，美聯儲減息預期呢個定海神針始終撐住場面。受鴿派立場影響，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經跌破4%，持有黃金嘅機會成本越來越低。FedWatch 工具更顯示，12月減息25個基點嘅概率高達85%，幾乎肯定會減。仲有個隱形利好，市場都估緊新任美聯儲主席大熱人選都會走鴿派路線，美元前景持續被拖累，黃金自然有額外支撐。其實支撐金價嘅核心因素根本冇變，美國經濟增長放緩會逼住美聯儲減息，美元走軟。就算俄烏有和平信號，全球仍有持續嘅避險需求，加上各國央行仲喺瘋狂增持黃金，呢啲利好疊加起身，金價仲有機會連續第4個月上升。短期回跌只係小插曲。總結一句，周四金價回落只係避險資金短線獲利出逃，減息預期嘅強支撐依然喺度，大家操作上唔使過度驚慌，緊盯4150美元關口嘅支撐力，同時留意俄烏局勢嘅新消息。最後都要提提大家，以上內容純屬參考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，買賣黃金嘅盈虧都要自己負責。想第一時間收到俄烏局勢、美聯儲最新動向，快啲訂閱，俾個 like，再 share 俾身邊嘅投資老友。多謝收看。